日本政府要我工作到80岁。日本的永住发新规了，原则上要求30年的厚生年金才能拿到永住，而且呢，30年厚生年金的缴费基准是一般的日本家庭收入是在575万日元左右年收，就差不多600万日元。我现在到日本大概2到3年，现在已经差不多50岁。如果说要达到他们的要求，那基本上就是还要再工作30年。当然，这个永住的新规里面也可以让你用存款来补偿。那么具体的存款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，它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。我就根据日本一般家庭的收入来做一个推测。假设按照600万日元收入的一个日本家庭，那么一个人工作，另外一个人被抚养，这种情况下，到65岁退休后每年能拿到的养老金大概是多少呢？抚养者大概是13万日元每个月，被抚养者是7万日元，也就是总共是20万日元。假设我们在日本65岁退休，假设你能活到80岁，那么这15年就需要你至少能保证每个月你都有20万的收入。那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至少有3000万日元的存款，才能保证你在日本从65岁退休之后到80岁能够保证自己有基本的生活保障。我现在已经是50岁了，假设我后面还能再工作15年，65岁退休到80岁这个时间段内的生活费我要能够实现自给自足，最终需要存款就是3600万日元。但是目前600万日元年收的一个家庭，大概你每个月能够拿到手的现金，拿到手的钱大概是40万日元左右。要负担一个家庭的生活，差不多是40万日元，基本没有任何剩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说我的这种情况要达到日本永住的水平，那么唯一可以做的事儿就是工作到80岁。人生路迷茫似路長，流裏風霜抱面間，紅塵裏迷茫有幾多風痕，就似夢幻終生愛留在人茫茫。人生是迷茫與意望，夢裏依稀有淚光，何從何去迷我心中風痕，風仿化在夢中偏袒，留在人茫茫。人間路，快樂少年郎，
路里崎岖，崎岖不見陽光。紅塵裏，快樂有幾多風向？一次次夢幻般風雨，流隨人茫茫。一次次夢幻般風雨，流隨人茫茫。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哦！